各位老友記，最近係咪聽見好多傳聞，搞到心慌慌，甚至連出街搭車去申請津貼都覺得心大心細？最近我收到好多觀眾留言，問埋一啲好核心、好切身嘅問題，特別係關於嗰個2蚊乘車優惠係咪會變咗做2蚊2折？仲有大家最關心嘅伴娘或者出雙糧今年係咪凍過水？再加上有傳聞話部分津貼中心突然暫停接收申請，呢啲消息真係一單比一單震撼。今日我唔同大家遊花園，直接攞出數據，攞出事實，逐一拆解呢啲大家日諗夜諗嘅福利疑難，幫大家攞返份心安。我哋先嚟講下呢排傳得最犀利，搞到全港老友記最唔安樂嘅2蚊乘車優惠。最近喺唔同嘅群組或者街坊口中，成日常常聽到一個新名詞，叫做2蚊2折。好多老友記問我，係咪以後唔再係俾2蚊就得，而係要喺2蚊嘅基礎上再打折，定係要俾2折車費但最低消費2蚊？其實大家唔使自己嚇自己，我哋先睇返現行嘅政策，呢個由2012年初開始推行，去到2022年將門檻由65歲降低到60歲嘅2元乘車優惠計劃，一直以來政府嘅財政負擔確實係增加咗好多。根據最新嘅財政預算案數據，呢項開支喺2023至2024年度已經去到接近40億港元，而預計2024至2025年度仲會升到超過60億港元。正正因為開支升得咁快，社會上確實有好多聲音要求檢討，但係老友記要分清楚檢討同取消或者加價係兩回事。目前政府官方嘅說法係維持計劃嘅原意，即係鼓勵老友記多啲融入社區，但同時要打擊濫用。至於傳聞中嘅2蚊2折，其實係一啲社會學者或者政界人士提出嘅建議方案之一。佢哋建議將固定2元改為2折，例如一程巴士本來要10蚊，2折就係2蚊，同而家一樣。但如果嗰程巴士係30蚊嘅長途車，2折就要6蚊。提出呢個建議嘅人認為，咁樣可以令老友記長車短搭嘅情況減少，慳返政府補貼。但我喺度要同大家派定心丸，截至目前為止，行政長官同埋勞工及福利局局長都冇正式宣布過會實行呢個2折方案。政府目前嘅動作主要係加強執法，巡查有冇後生仔濫用樂悠卡，或者有冇人違規使用長者八達通。所以大家目前出街，只要攞住張樂悠卡，依然係2蚊走全港。至於未來會唔會變，政府話會喺2026年前完成檢討，我哋要密切留意。但至少呢一刻，2蚊依然係2蚊。講完車費，我哋講下大家最實際嘅荷包問題。每逢財政預算案公布之後，老友記最期待嘅就係派糖，即係我哋俗稱嘅出雙糧或者伴娘。往年政府財政儲備豐厚嘅時候，經常會向領取綜援、長者生活津貼、高齡津貼即係生果金或者傷殘津貼嘅人士發放額外1個月或者半個月嘅津貼。但係大家有冇發現，最近呢2年呢粒糖好似越嚟越細粒，甚至消失咗？點解話伴娘好似冇晒消息？我哋要睇返2024年同2025年度嘅財政狀況。香港政府近年面對財政赤字，赤字金額高達1000億港元水平。喺咁嘅情況下，政府推行咗所謂嘅財政整合策略，簡單講即係要節流。喺2024年嘅預算案入面，政府已經無再提到發放額外津貼，即係連伴娘都冇埋。好多觀眾留言問我，係咪2026年度會補發，或者係咪下半年會有消息？老實講，根據我哋對政府口風嘅觀察，除非經濟突然出現奇蹟性嘅大幅增長，或者賣地收入爆升，否則喺赤字當頭嘅環境下，政府好難再無端端撥出幾十億出嚟派伴娘。大家要有一個心理準備，未來呢2-3年，政府嘅福利政策會傾向於保底而唔係加碼。即係話，原本每個月準時入落你戶口嗰份津貼會繼續有，而且會跟通脹調整，但額外嗰份驚喜，暫時大家唔好抱太大期望，免得希望越大失望越大。不過，雖然伴娘無消息，但係有一個好消息係可以肯定嘅，就係長者生活津貼嘅金額其實係創咗新高。好多人話政府刻薄，但其實根據現行嘅機制，社會福利金嘅金額係會每年根據社會保障援助物價指數嚟調整嘅。由2024年2月1號開始，高額長者生活津貼已經增加到每個月4195港元。如果你係一對夫婦一齊領取，每個月就有8390港元。呢個金額比起10年前，甚至5年前，確實係升咗好多。大家要明白，長者生活津貼已經喺2022年實施咗高額同普通津貼合併，而家只要你合乎資產同入息限額，統一都係攞緊最高嗰個級別，即係4195蚊。而且
隨住2025、2026年通脹預期雖然溫和，但依然存在，預計未來嘅調整只會升唔會跌。所以雖然冇咗嗰半個月嘅額外糖，但基本嗰份底糧其實係每年都喺度增長緊。我要提醒各位老友記，如果你仲係攞緊以前嗰種生果金，即係得千幾蚊嗰種，而你嘅資產又符合申請長者生活津貼嘅要求，目前單身人士資產限額係394000港元，夫婦係597000港元，你一定要考慮轉去申請長者生活津貼，因為4195蚊同埋1600幾蚊嘅生果金，每個月差咗成2500幾蚊，一年落嚟就係3萬蚊嘅分別，呢份錢夠你生活得好好多㗎啦。跟住落嚟要處理一個最令人擔心嘅突發傳聞。最近喺屯門、元朗，仲有深水埗一帶，有街坊傳出話部分津貼申請中心暫停接收新申請，甚至有人話政府要停止受理長者生活津貼嘅申請。呢個消息傳到好勁，搞到好多啱啱夠65歲嘅老友記好緊張，驚住遲咗就冇。我今日專門去查證過，亦都諮詢咗社署嘅相關消息。事實到底係點樣呢？其實呢個係一個美麗的誤會，但入面亦都帶出咗一個趨勢。首先，政府絕對無停止接收津貼申請。長者生活津貼、綜援、生果金係香港社會保障嘅支柱，唔係話停就停嘅。咁點解會有暫停接收呢種傳聞呢？原因有兩個。第一，係辦事處搬遷同重組。社署最近喺度優化辦事處嘅分佈，有部分舊式嘅社會保障辦事處因為租約期滿或者設施老化，進行咗搬遷或者合併。喺搬遷嗰幾日，辦公室確實會暫停對外開放，門口可能貼咗張告示，結果有啲老友記睇一半唔睇一半，就傳咗出去話停辦。第二個原因，亦都係大家要學習嘅，就係數碼化轉型。而家政府大力推行智方便或者網上申請。喺報案中心，如果你親身去到，職員可能會鼓勵你先喺網上預約，或者教你點樣喺網上遞交表格。有啲老友記唔習慣，覺得職員唔肯收我份表，於是又傳咗出去話唔再收申請。我要喺度澄清，只要你符合資格，無論係親身去辦事處遞交、郵寄定係網上申請，社署都一定要受理。如果大家去到某個辦事處發現佢無開，記得睇清楚告示，或者去鄰近嘅辦事處。至於傳聞話津貼會取消，呢啲完全係無根據嘅流言，大家千祈唔好信。目前嘅福利體系非常穩固，大家只要按部就班申請就得。講到呢度，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啲心裏話。做咗咁耐關於福利政策嘅資訊分享，我發現老友記最恐懼嘅往往唔係政策本身，而係資訊不對稱。好多時候，一啲細微嘅變動，經過茶餘飯後嘅傳播，就會變成好恐怖嘅消息。好似嗰個2蚊乘車優惠，政府檢討嘅目的係想長遠做落去，因為如果開支大到政府負擔唔到，呢個福利先至真係危險。所以適度嘅檢討其實係為咗保護呢項福利，而唔係要奪走大家嘅權益。另外，好多老友記問我，既然政府財政咁困難，我哋申請津貼會唔會變到好難？會唔會查資產查得好嚴？我喺度要提醒大家，雖然申請程序無變，但社署嘅抽查確實係嚴咗。以前可能係隨機抽5%嘅個案，而家可能抽查率會提高。所以大家喺報資產嘅時候，一定要清清楚楚。特別係有啲老友記以為自己嗰啲保險單入面嘅現金價值唔使報，或者以為同仔女聯名嘅戶口唔使報，呢啲往往就係出事位。記住，保險嘅現金價值、聯名戶口嘅一半金額，甚至係你喺內地或者海外嘅物業，理論上都要計入資產。如果被抽查到暴漏咗，唔單止要退還多領取嘅津貼，仲可能會涉及刑事責任。大家千祈唔好為咗嗰幾千蚊而去冒呢個險，要攞就攞得安樂，攞得光明正大。至於2026年度嘅展望，我個人認為香港嘅福利政策會進入一個精準扶貧嘅年代，即係話政府唔會再好似以前咁漫山遍野咁派糖，人人有份，永不落空。相反，佢哋會將資源集中喺最有需要嘅人身上。例如，對於一啲獨居長者或者有長期病患嘅老友記，政府可能會透過醫療券加碼或者院舍補貼嚟提供更多支援。而對於一般健康、生活上算過得去嘅老友記，可能就要適應無額外糖派嘅新常態。最後，我想回應一下最近好多觀眾問嘅一個心病，有人話而家後生仔對長者福利好大意見，覺得長者用咗好多社會資源。我想同各位老友記講，大家千萬唔好因為呢啲聲音而覺得自己係社會嘅負擔。
你哋年輕嘅時候辛辛苦苦建設香港，今日領取呢啲津貼同優惠，係你哋應得嘅社會回饋。只要我哋合理使用資源，例如唔好長車短搭，或者唔好濫用急症室，其實社會大多數人係支持長者福利嘅。總結一下今日嘅重點：第一，2蚊乘車目前依然係2蚊，雖然未來有檢討，但未有任何轉做2折嘅官方宣佈。第二，半糧或者額外津貼喺財政赤字下暫時無消息，大家要務實理財。第三，長者生活津貼金額已經升到4195蚊嘅歷史高位，大家要確保自己領取緊正確嘅級別。第四，津貼申請中心無停止運作，只係有部分搬遷或者推行網上化，大家唔使虛驚一場。今日同大家講咗咁多，希望可以幫到大家撥開雲霧見青天。如果你身邊嘅老友記仲係為咗呢啲傳聞食唔落飯、瞓唔着覺，記得將呢條影片或者呢啲資訊分享俾佢哋聽。我哋做人最緊要係實事求是，唔聽流言，唔傳流言。只要我哋掌握到正確嘅資訊，無論政策點變，我哋都可以淡定應對。既然講到福利，大家可能仲會想知道，其實除了長者生活津貼之外，仲有冇一啲好容易俾人忽略嘅補助可以申請？例如政府近年推行嘅長者牙科資助，其實已經放寬咗資格，或者係關於電費補貼同水費減免嘅最新安排。如果你哋對呢啲細節有興趣，或者你正準備幫屋企老人家申請，但又唔知點樣填表最穩陣，留言話俾我知，我下次可以專門做一集手把手填表教學，幫大家避開嗰啲資產申報嘅陷阱，等大家都可以順順利利領取到應得嘅福利。我哋香港呢個社會雖然面對好多挑戰，但只要大家守望相助，資訊流通，老友記嘅晚年生活一定可以過得更有尊嚴，更加舒心。今日就同大家講到呢度，大家記得注意身體。最近天氣轉變大，出入記得帶多件衫。我哋下次再詳細傾過。如果你仲有任何關於津貼申請嘅疑問，或者遇到辦事處職員唔肯收表嘅情況，歡迎喺下面留言話我知，我會盡力幫大家解答。大家領取津貼嘅過程係咪都順利？有冇試過因為暴露資產而收到社署嘅信？或者你對於未來2蚊車費應唔應該改做2折有咩睇法？好歡迎大家留言一齊討論。你嘅意見唔單止對我有用，亦都可能幫到其他正喺度彷徨緊嘅老友記。我會一直喺度陪住大家，關注每一項切身嘅政策變動。